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嘅菜譜係枸杞瘦肉湯。枸杞葉咧含有豐富嘅蛋白質、氨基酸、維生素。我今日喺菜園度摘咗啲枸杞葉。咁100億枸杞葉咧就可以做湯啦。咁我哋依家清理啲枸杞葉先。枸杞葉咧仲有降血糖嘅作用。網上查下咧，你可以知道更多嘅資料。清洗乾淨啲枸杞葉，自己種啲枸杞咧冇農藥又新鮮。將2湯匙嘅杞子洗乾淨，杞子咧有明目嘅作用。咁我哋依家嚟準備啲豬肉啦。我呢度咧係用半塊個豬肉妹嚟嘅，將啲豬肉咧切片。喜歡呢個視頻嘅朋友不妨收藏起嚟啦，或者轉發俾你朋友。將切好肉片咧放喺碗度，加半茶匙嘅白糖，放1茶匙個粟米粉，半茶匙個鹽，加1湯匙個料酒辟腥，加1湯匙個生抽，然後將所有嘅材料撈勻。加2湯匙個油，最後放油係將所有啲味道咧鎖住。加1/4茶匙個胡椒粉，你唔喜歡味道可以唔加，因為我唔記得咗，依家加落去。咁冚住放雪櫃咧。等佢醃半個鐘左右。好啦，所有材料都做好啦，我哋準備嚟煲湯啦。倒8杯水喺個煲度，冚蓋將水煲滾。水滾之後呢，將醃好嘅肉呢倒入去啲水度，用筷子將啲肉撈一撈，唔好俾佢黐埋一齊。然後冚蓋煮大概10分鐘左右。咁10分鐘之後呢，放入啲枸杞葉，然後將啲杞子都放入去，用筷子將啲枸杞葉呢浸喺水度，咁樣保持啲枸杞葉嘅青綠。冚蓋煮大概9分鐘左右。我呢度呢係煮咗9分鐘。咁我哋可以試味啦。頭先啲肉醃過。咁我呢度呢差少少味，我加咗半茶匙嘅鹽，味道就啱啱好啦。咁睇下啲菜仲好青綠，我哋嘅枸杞瘦肉湯就做好啦。希望大家喜歡，我哋下次再會。我係媽媽 Sue。